即马诈骗的手路是百款。伫台南有民众因为人面册顶悬投资诈骗的广告，手头500多万是拢总哄骗了。甚至最近伊还阁诈1公斤的黄金，甲诈骗的车手约见面要交予伊，加在警方是赶紧出来甲阻挡。最近刑事局还阁发现讲，投资诈骗的广告是已经为人面册转移去少年人较常使用的社群平台 Instagram， 而且结合虚拟货币，要来骗一寡想要找兼职头路的少年人。两电仔内2个人当地交易，但真久的远景冲向前化解一场骗局。怪，这诈骗的。去人骗这个查某囡仔诈1公斤的黄金，市价270多万。加诈骗的车手约伫台南延边郡王叔面交，车手身躯搁早工作识别证、黄金土特凭证，互查某囡仔相信，一直到警方大电话挖来，及时阻止查某囡仔哄骗。一直不承认，然后等到其他的警察跟他劝解解说了以后，他才慢慢知道了解。看到面册投资股票获利的广告，被骗女子点入去了后，连接入去诈骗集团的 LINE 小号，已经让人骗走500多万啊！暗知在网络上刊登一些假的讯息，那让民众相信你这个投资是稳赚不赔，保证获利那如果对方因为他是要博取民众的一个信任让被害人血本无归。诈骗这么多，刑事局嘛讲，假名人投资广告已经为较早放伫面册 YouTube 平台，最近转往 Instagram、Thread 也是抖音这少年人较常用的社群平台，结合虚拟货币，骗一寡想要兼职赚钱的少年人。现在虚拟货币的诈欺呢，这个慢慢有取代这个过去的这个传统的股票或者是过去的投资诈骗因为现在虚拟货币呢大家都看到国际趋势。刑事局打查仪表板统计，在月份全国受理诈骗案有18000多件，财损超过126亿，其中假投资诈骗案就占8成。警方呼吁投资理财一定要寻求合法的管道，谨慎判断。记者综合报道。